中度風台包圍，目前佇咧咱台灣東北邊大約200外公里的海面上，是以10點鐘30外公里向西北邊來行駛。暴風圈啊是長達佇咧台中以北、南投、宜蘭花蓮的陸地。這回來聽氣象署最新的說明。大家好，氣象署持續針對巴威颱風發布海上、陸上颱風警報。巴威颱風的位置目前已經來到台灣的北部海面哦，距離台北大概只有200多公里，正持續每小時大約30多公里的速度，朝西北的方向往中國大陸的方向前進。今天下午到傍晚，它就會逐漸通過北部海面。目前整個螺旋雨帶慢慢影響到台灣地區了。那最主要影響的區域就是在整個西半部的山區哦，所以尤其是在嘉義以北的地區，目前的雨勢都是比較明顯的哦。那所以氣象署持續發布豪大雨特報，針對的區域就是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有豪大雨的。那特別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區是有超大豪雨。另外北部地區還有宜蘭的山區，另外就是南投的山區、雲林的山區以及嘉義的山區是有大豪雨，其他的區域大致上也是有豪大雨的情形發生。到了晚上之後，我們剛才從雷達回波圖看到，其實整個台灣地區的風向已經慢慢轉為是比較偏西風了，所以我們預期到了晚上這樣西風的情形還是會比較持續，所以在新竹以南的山區還是要特別留意豪大雨的情形，一直要到明天的白天以及明天晚上，整個颱風都遠離了之後，台灣附近的降雨才會明顯的緩和下來。